弟兄姊妹，大家好啊！今年我哋會選取新約同埋舊約聖經入邊一啲詩歌同埋禱文，去作為查經嘅材料。我哋嘅題目定咗係生命嘅樂章同埋禱告。今次係第一課嘅查經，我哋係會講解腓立比書第2章。我會用和合本修訂版嘅。題目我暫定係以基督嘅心為心，大家好熟悉嘅經文。當中咧就係圍繞緊入邊一首基督頌 Christ Hymn。呢首係好出名、好經典嘅詩歌。聖經學者一般都認為係早期教會流傳嘅詩歌嚟嘅。我假設大家已經睇咗今年查經嘅簡介同埋導論㗎啦，或者你嚟咗預查，我都有特別去 highlight 點樣去分辨聖經入邊嘅詩歌同埋禱文。我會採用香港聖經公會嘅網頁嚇，大家可以登入啦，或者用 QR code 嘟你都可以去揾到嘅。當中無論係新標點和合本或者較為新啲嘅和合本修訂版，佢嘅版面咧，網上嘅網頁嘅版面咧，都會有詩歌嘅編排，或者有啲散文嘅編排嚇。我過去都講解過㗎啦，係幾好用嘅嚇。咁方便我哋去知道邊啲係詩歌嚇，邊啲係禱文。咁當然啦，如果你喜歡用其他譯本嘅中文或者英文都冇問題㗎，係只不過我哋好想讀經嘅時候嚇多啲新鮮感，咁就大家唔會淨係習以為常嗰啲經文，咁我哋查經咧就會豐富啲嘅。記住睇呢個影片嘅時候，大家手頭上應該有一份查經紙嘅。當中有溫馨提示同埋綠色框住嗰個基督頌嘅。再強調，所有人都要預先睇咗之前 send 俾大家嗰個簡介同埋導論，先進入呢次查經。同埋最好至少用1個禮拜集中閱讀腓立比書呢段經文啦、默想啦、沉澱啦就唔好急。你要做足呢個步驟咧，你先去答個問題紙嚇。記住要答喎，如果冇答咧，咁唔跟呢個步驟咧，其實大家係得唔到查經入邊嗰個精髓㗎。組長方面咧就鼓勵參與預查啦嚇，或者事前睇好呢個影片啦，跟住你就會發覺點樣可以有效帶查經㗎啦。組員咧就係查完經嚇，你先睇呢個影片嚇。如果你覺得有幫助的話，咁事前有充足嘅準備咧，整個查經過程先會事半功倍㗎。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查經嘅如果喺2026年至少上半年讀經同埋靈修生活都可以用我建議嘅詩歌同禱文咧，就會更好地有預備啦。當然喺讀經嘅時候、靈修嘅時候，大家一定要有禱告嘅心嚇，祈禱真理嘅靈開大家嘅眼睛，俾大家悟性明白。咁我哋先唔係純粹用頭腦嘅知識，用自己嘅方法。我哋查經嘅過程、靈修嘅過程，都係學習同神同工。有3個問題大家要留意喎。有人問啦，輪流帶查經好唔好啊？好視乎你嗰組入邊你哋嘅共識，同埋係唔係佢哋都對查經有嗰份熱誠，有一啲技巧嚇。當然，如果佢哋有問題嘅，可以隨時問我嘅嚇。所以係咪輪流帶好唔好咧？就好視乎查經嘅人、帶查經嘅人，佢哋有冇嗰份熱誠啦。組員冇預備冇準備嘅情況下而翻嚟查經點算啊？咁梗係棘手啦，咁係完全唔可以接受㗎嚇。咁當然咁嘅情況點做咧嚇？鼓勵組長可以揾我傾下。查經嘅時間幾長咧？個個組都唔同，我覺得
至少要有1個鐘係先係合理嘅。太長又未必好，太短亦都達唔到查經嘅效果。咁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覺得聖經係好重要嘅，你哋1個月先一次查經，有1個鐘，我諗係最低消費㗎啦。咁查經組長有啲角色，我都覺得可以有啲貼士俾大家嘅。事前你要溫馨提示你嘅組員啦，大概1個禮拜前先發出查經紙俾組員。現場引發討論唔係一定要輪流讀經㗎。去到特定嘅問題咧，先誦讀相關嘅經文，我諗仲實際。確保組員均衡參與咁所以咧組長要發揮嘅角色就係引發組員去討論，亦都俾組員知道又要尊重其他組員嘅意見。頭先講過啦，大概1個鐘或者多少少都冇問題如果有需要咧，你哋可以微調嗰啲問題㗎咁組長係有呢個權柄嘅視乎你嘅組嘅情況去作出適當嘅微調。呢方面有查詢嘅可以隨時揾我。之前喺個影片都講咗個 email 㗎啦隨時聯絡我。好啦，我哋進入基督頌啦。我哋先望下呢首頌歌嘅經文啦，大家可以停一停個影片，自己讀一次咁大家要留意喎，呢首係散文詩嚟㗎過去都講過，希望係我哋2026年學習嘅目標。當然佢係有詩歌啦，所以佢係有詩歌嘅特色，亦都有散文嘅特色。所以呢首基督頌咧係有敘事嘅特色㗎。敘事意思佢係 narrative， 佢係有古仔，佢係會好明顯，因為個古仔佢有畫面有佢嘅歷史脈絡，有佢嘅神學脈絡、聖經嘅脈絡，我哋要了解嘅。咁讀者要學習進入呢首詩歌嘅意境咧，咁有2個元素好重要，喺簡介同埋導論嘅影片都講過㗎啦。要多啲從詩人嘅角度去理解、了解詩人嘅情緒。譬如呢首頌歌係保羅坐緊監嘅時候，用心良苦去規勸腓立比教會嘅人要點樣謙卑，點樣學習耶穌基督嘅榜樣，用佢嘅心去思考咁所以保羅嘅角度係好重要嘅。咁呢首詩歌想帶出上帝邊方面嘅屬性咧咁我哋要留意喎。咁一陣間我哋去討論唔同嘅問題嘅時候，我都會呢方面有啲講解嘅。特別我喺簡介導論嘅片講過有第1個口訣，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咧？就係畫面同路線啦。今次嘅經文大家要特別可能要留意呢方面嘅口訣，係幫到大家去掌握經文嘅畫面啦。重複第1個口訣係畫面同路線包括你喺經文上邊，你喺手頭上嘅查經紙印咗經文俾大家啦，可以畫啲嘢啦，可以了解入邊嘅面貌啦當中所講到嘅耶穌基督佢嘅面貌有2部分嘅，有啲咩相同，有啲唔相同，可以留意嘅思路個 flow 咧，你會更加見到原來呢首基督頌嗰2部分。開頭降卑，之後被上帝升高，其實就會有個思路嘅喎。最後嗰點可能未必特別喺呢首詩歌要 highlight 嘅整體嚟講咧，就係我哋會透過畫面圖路線呢個技巧，咁你就會進一步去掌握到呢首基督頌嗰個進展嗰個推展係非常之有幫助嘅。我哋睇下基督頌呢首詩歌6到8節，大家可以 pause 去讀一讀呢段經文嘅。咁明顯第1部分就係基督降卑啦。我哋見到耶穌基督本身有上帝嘅形象，佢點樣一步一步降卑去到死咁好明顯係有個情節嘅鋪排，有敘事嘅特色，所以係散文嘅部分，你明顯見到。跟住第2部分就係基督被上帝升為高立令到萬民都要
跪下敬拜同埋宣認耶穌基督係主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有嗰個故事嘅鋪排㗎。咁所以好明顯，《基督頌》係一首散文詩嚟嘅。我用呢幅圖，大家就會更加清楚啦。嚇，基督本身有上帝嘅形象，但係佢為咗拯救世人，道成肉身，甘願降卑。之後，上帝把佢升為至高嚇。呢個圖咧，可能大家都有啲認識嘅。更加形象化，我哋見到呢首咁經典嘅散文詩歌，耶穌基督先降卑，後被升高。正如喺簡介嘅影片都強調嚇，大家嚟緊查經都會經常見到呢個圖畫㗎啦嚇。text 同埋 context 係互相連結㗎嚇。咁我哋唔可以厚此薄彼，或者淨係focus on 個 text 文本而忘記嗰個 context 嚇。咁喺過程入邊，我哋可以用心嚇去微閱讀嗰啲經文。留意個小段啦，亦都唔好忘記個大段啦嚇。留意當中嘅用詞啦，同埋處境啦，呢個都係我經常強調嘅。咁去翻腓立比書，你見到基督頌嚇呢段經文咧，其實有個處境嘅喎嚇。保羅坐緊監，有上文佢點樣規勸腓立比教會嘅人，亦都有下文嚇佢點樣以身作則嚇，亦都有兩個好重要嘅戰友同埋拍檔提摩太同埋以巴弗提成為呢個榜樣嚇。全部咧都係圍繞一節經文好重要，就係保羅對佢哋嘅規勸，當以基督耶穌嘅心為心。咁所以第5節咧其實係承上啟下㗎。咁所以我而家嘗試咁樣去鋪排嚇。你們當以耶穌基督嘅心為心嚇，呢個係好關鍵嚇。我所謂 hinge sentence。有下文啦嚇，亦都有上文嚇，亦都有進一步嘅下文。咁呢種承上啟下建基於第5節呢段經文咧，係我哋掌握基督頌，亦都掌握腓立比書整個2章好重要嘅一個經文。咁當你咁樣睇嘅時候，你就會更加明白 text within context 嗰個重要性啦。好，我哋繼續拆解第5節嘅經文。頭先都講過，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轉接句 hinge sentence。承上啟下，幫我哋去了解整個腓立比書第2章也好，或者基督頌都好，係一個關鍵嘅位置。原文黃色 highlight 部分咧係一個命令式嘅動詞啊，令到整個句子咧係我哋會更加思考點樣以邊個嘅心為心。佢個動詞本身係想起think。諗起邊個嚇，專注喺邊個身上，當然係基督身上啦嚇。呢句説話本身可以直譯為應有如此想法在你們裡面，即在基督耶穌裡面。英文可以咁樣理解嘅嚇，有啲人都會熟嘅嚇。頭先講過嚇，第5節其實係承接上文。保羅對腓立比教會嘅規勸呢個思路啦亦都開啟下面基督頌嗰個精髓所以咧簡單嚟講，第5節其實就係想耶穌所想 ，think what Jesus think。每一個基督徒、每一個弟兄、每一個姊妹我哋都要效法基督嘅生命質素同埋態度。呢個正正就係第5節嗰個關鍵位置啦。我用一個例子去説明啦。大家見過呢個手帶嘅可代表乜嘢啊？冇錯啦 ，What would Jesus do？do 又好 ，think 又好基本上就係第5節嗰個重點。想耶穌所想，咁我哋自不然就會行事為人，就要與蒙召嘅恩新相稱，與基督嘅榜樣相稱。呢個亦都係呢個手帶嘅意思。咁另外話説有一次我經過Square One 嘅其中一個鋪頭佢有個 logo 入邊有個説法係一個即係
商品嘅設計，佢咁樣講㗎嚇，Designed in Canada with you in mind 嚇，大家知唔知咩商品咧？係呢個商品冇錯啦，係一個呢個牌子嘅眼鏡啊嚇，佢呢個就係以顧客嘅心為心喎嚇，諗顧客心裏邊要諗嘅嘢嚇。咁呢個加拿大品牌咧，佢呢個 with you in mind 咧，正正就係有啲似第5節嚇，你們要以基督嘅心為心，有基督嘅想法喺佢基督徒嘅內心入邊，亦都有腓立比教會要咁樣去學習嚇，所以保羅講第5嘅時候，正正就係把基督嘅想法貫穿去腓立比教會嘅信徒嘅身上嘅想法，所以同呢個品牌嗰個 logo 嘅設計嗰個精神咧有異曲同工之妙。好啦，去翻查經紙入邊嘅熱身題啦嚇。咁跟過我查經嘅弟兄姊妹都知道嚇，我通常都會set 一條熱身題嚇，方便大家去熱一熱身 warm up 去進入經文嘅。而今次熱身題咧，大家可以 pause 呢個影片讀一讀，係強調待人方面，你喺教會嘅生活入邊一定有同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嘅。你喺待人方面有冇啲乜嘢合乎信仰嘅生命特質咧？咁組長可以請2至3位講下嚇，唔需要人人都講㗎嚇。咁當然有 volunteer 係好，表達都係好嘅。咁呢種待人方面，正正就係當我哋要進入腓立比書嘅經文嘅時候，我哋就要去效法主耶穌嘅榜樣嘅行徑啦嚇。咁同埋喺小組入邊咧自由分享嘅，組長邀請嘅人咧可以隨便講1至2樣嚇，冇問題嘅嚇。記住時間方面咧，大概10分鐘到。弟兄姊妹查經，我經常鼓勵弟兄姊妹諗一個課題嘅，就係點樣可以做到貼地，就係聖經所講嘅嘢同你嘅實際生活係吻合嘅。有2個issue 要諗嘅，第一就係要搭橋啊嚇 ，bridge the gap 係咩意思咧？就係聖經嘅係2000多年前嘅説話，舊約仲耐啦，同今天21世紀其實真係有鴻溝㗎，所以我哋查經咧就真係要做到點樣可以跨越呢個鴻溝，縮窄嗰個差距。所以作為查經組長，作為去善用呢啲問題紙入邊嘅問題咧，我哋都係想幫大家去縮窄呢個差距。第二方面要諗嘅就係點樣可以聖經嘅知識入邊嘅 message 點樣可以更加適切同今天你同我嘅生活有關係咧嚇？呢2點咧係要經常去思考㗎，咁我哋先可以把聖經去研讀嘅時候就可以更加貼地啦。好，我哋嚟到第一條問題啦嚇，一如既往，你大家可以pause 咗個影片嚇，停一停，先讀清楚個問題先嚇，跟住先參考以下嘅答案。咁講到呢個基督重嗬，頭先都講分2部分嚇，基督降卑有邊3個重點咧嚇？咁我哋睇翻經文啦嚇，咁大家亦都可以停一停嚇，讀清楚呢3節嘅經文。跟住有3個關鍵嘅生字，同呢3個重點係好有關係嘅。第一個就係不堅持，第2個虛己，第3個謙卑自己。從原文角度，呢3個都係一個主要嘅動詞嘅片語組成嘅。咁亦都緊扣呢個第5節嚇，以基督嘅心為心呢句説話。咁基督降卑第一個重點就係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堅持你留意一樣嘢就係呢個係和合本修訂版嘅翻譯啦。和合本傳統你會記得係強奪啊，嗬。咁原本嘅意思係執着、執迷、執意，廣東話講咬住唔放嚇。翻譯上邊譯漏咗一個動詞啊。
係叫做看啊、認為、想過。所以咧，成句直譯其實係冇想過要執迷跟上帝同等。呢個正正就係耶穌基督降卑，佢有上帝嘅形象，但佢冇諗過去執着於要同上帝同等，就係呢句黃色嗰個 highlight 嘅説話嘅意思啦。咁耶穌主動放棄本應屬於自己嘅神聖身份同埋權利，佢呢種甘願放低自己嘅身份同埋權利咧，係一種不卑不亢，知道幾時進幾時退嘅生命力。咁呢種唔堅持唔執着，正正就係基督降卑嘅第一個重點啦。第二個重點就係第七節，反倒虛己，取了奴僕嘅形象，成為人的樣式，同埋有人嘅樣子。虛己原本嘅意思就係倒空自己，跟住緊接有3個分詞嘅片語，我 highlight 綠色嗰度。咁咧，上帝真係成為肉身，成為真正嘅犯人，就係呢3個綠色間住嗰個意思啦，亦都係虛己倒空自己好重要嘅解釋。呢種情況咧就係跟羅馬帝國當時盛行嘅觀念咧係完全相反嘅。羅馬帝國好強調王權至上，王就係主，就係救主嚇。咁對基督教嚟講，呢種係虛浮嘅榮耀，係淨係爭啫嚇。而唔同耶穌基督嚇，佢係倒空自己，唔強調自己嘅王權。反而係成為一個好卑微、好平凡嘅肉身嘅一個犯人嚇，呢個就係虛己嘅意思啦。基督降卑第3個重點就係嚟自第8節啦嚇，特別佢強調係謙卑自己，進一步引申係順服嚇，順服到去一個死嘅情景，就好似耶穌走上十架呢條不歸路咁樣。咁所以順服咧係謙卑自己一個極致嘅表現。咁對基督徒嚟講順服進一步引申就係我哋嘅生命都係學習緊一個信靠。無論前路明定係唔明，有陣時我哋唔能夠好似睇到水晶球咁樣完全掌握晒㗎嘛。咁我哋就要時刻去操練呢種明同埋唔明嘅境況入邊嗰種信靠、嗰種順服。呢種正正就係謙卑自己嘅真實嘅表現啦。咁耶穌基督喺呢個過程入邊係一個自主嘅行動，去捨身，去謙卑落嚟，順服至死，亦都係佢捨己嘅愛嘅表現。咁呢度特別去問大家啦，耶穌生平入邊會唔會都有呢種令你想起佢虛己同埋謙卑嘅情況咧？由佢降生馬槽開始已經有呢種相類似嘅情況。我呢度特別引述有3件事嚇。少年耶穌佢父母揾佢啊嘛嚇，唔知去咗邊啊嘛。咁佢自己就話啦嚇，真係我點解要揾我啊？難道我不知道應當在我父嘅家裏嗎？咁佢阿媽揾佢嘅時候就話佢好焦急到處揾你揾唔到。咁當然後來你見到少年嘅耶穌咧，就聖經講到清楚，就跟佢父母返拿撒勒啊，並且順從他們，亦都係順服呢個字㗎。咁佢阿媽又把呢啲事放喺心裏邊啦。耶穌喺曠野受試探，亦都係一個順服嘅表現。佢可以唔咁樣做，但係佢為咗證明佢侍奉嘅開始，佢要經歷呢種人會經歷嘅試探，所以佢就展現緊呢種受試探，但係唔會被罪所勝嗰種情況嚇，俾後來嘅基督徒去跟從。客西馬尼園亦都唔需要多講啦嚇，佢就期望主若願意拎走呢個苦杯，但係佢都知道唔係佢嘅旨意去成就，乃係天父嘅旨意去成就。所以客西馬尼園亦都係一個耶穌虛己謙卑順服嘅表現。喺呢度我特別要引用以賽亞書第42章所謂耶和華僕人嘅詩歌
咁咧，大家可能有啲弟兄姊妹都唔會陌生㗎嚇。而呢句詩歌咧，其實係馬太福音嚇耶穌出嚟侍奉冇幾耐嘅時候，都引述過以賽亞書42章㗎。特別呢句嚇形容緊耶和華嘅僕人，形容緊日後嘅拿撒勒耶穌。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壓傷嘅蘆葦，他不折斷；將殘嘅燈火，他不吹滅。正正就係反映緊耶穌基督自己謙卑自己、倒空自己、順服嘅另一種角度嘅表現。不溫不火，不卑不亢嚇。咁咧，所以上帝就使到耶和華嘅僕人，或者預表緊日後嘅耶穌基督點樣成為上帝子民好重要嘅祝福同埋公義同埋公理嘅標準。翻去第一條問題啊，耶穌基督降卑有3個好重要嘅元素。佢不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啦，佢虛己取咗一個犯人嘅形象啦，佢謙卑到一個極致順服至死嘅表現啦。大家要留意喎，呢個係基督降卑嗰3個好重要嘅重點。對基督徒嚟講，我哋係有一啲事情係可以學習嘅，但係記住喎，我哋亦都唔可能完全好似耶穌基督做得咁徹底。咁咧從一個釋經嘅角度，大家要明白一個概念叫做信仰嘅類比啊嚇。耶穌基督嘅榜樣某部分基督徒可以學習，但係亦都唔係所有嘅情況我哋都可以學得到佢嘅。起碼我哋唔會好似耶穌咁樣走上十字架被釘死起碼唔係咁嘅情況啦。咁所以點樣係信仰嘅類比，幫我哋去應用耶穌降卑呢個基督眾嘅提醒咧，就係好似第5節要以基督嘅心為心佢唔執着佢倒空自己，佢謙卑，就係想耶穌所想同埋行基督所行。我哋要諗下耶穌基督嘅心思意念係點樣先？佢降卑嗰個過程入邊，佢有啲乜嘢重要嘅元素係值得基督徒可以仿效先？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要喺呢方面有所去體會啦。去到第2條，其實就係問基督被升高有邊3個重點？嗱，我哋睇翻經文啦第9到11節大家亦都可以停一停個影片去讀清楚呢段經文。特別綠色部分，你見到係上帝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呢個名咧係所有被創造嘅，無論係地底下嘅、地上嘅、天上嘅，都要去尊崇耶穌基督嘅聖名。所以萬七都要跪下啦，萬口都要宣認啦，係一個詩歌嘅對比啦宣告耶穌基督係主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基督被升高我哋咁樣去思考，咁同以基督耶穌嘅心為心有咩連貫呢？我哋就睇落去啦。而基督被升高有邊3個重點啊？第一，上帝完全主動，聖子耶穌係完全被動。呢種完全配合同埋順服上帝嘅旨意，亦都係對基督徒嚟講，我哋有一啲情景我哋要學習上帝嘅主動，上帝主動施恩我哋只不過係一個白白領受恩典嘅人。第二方面，耶穌基督嘅聖名被高舉有2點特別要留意。第一就係同主禱文好有關係記唔記得主禱文話願人都尊你嘅名為聖去到耶穌基督被升高嘅時候，正正就係反映緊天上、地上、地底下嘅都要宣告耶穌基督嘅聖名正正就係抗衡緊當其時羅馬帝國淨係高舉凱撒係主、係救主、係生命嘅主，其他宗教神明唔可能取替凱撒。基督教信仰正正就係抗衡緊呢啲地上嘅君王，其實都應該喺基督嘅權勢之下。
宣告耶穌先係得勝嘅君王，所以敬拜同埋宣告耶穌係主，先係基督徒要去做嘅一件好重要高舉耶穌基督嘅聖名。第三點亦都係核心嘅信仰，從基督降卑到基督升為高，呢個基督頌嗰個flow 嗰個鋪陳咧，你會見到先降卑或者受苦，後得升高同埋榮耀，正正就係保羅想去論述耶穌基督從生到死嗰個過程。福音書其實都有講耶穌基督係先受苦後得榮耀㗎，特別約翰福音，保羅進一步去論述嘅時候，就俾我哋知道呢三個元素係大家要特別留意嘅。我要強調，我哋喺基督被升為高，我哋唔係要學基督點樣重新得着榮耀，反而我哋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要思想耶穌基督點樣配合天父上帝嘅旨意。我哋基督徒，我哋係咪都要學習點樣配合天父上帝嘅旨意？高舉基督嘅聖名，尊佢嘅名為聖，亦都係我哋可以去學習去跟從嘅。抗衡帝國主義，抗衡君王崇拜嗰個權勢去抗衡呢樣嘢，亦都係我哋應該去學習嘅。而基督徒可能都係先受苦後得榮耀㗎，正正好似耶穌基督咁樣。咁呢方面亦都係可能我哋嘅生活形態，我哋要對眼前嗰種苦況，我哋要學習有種釋懷啦，亦都唔學習唔睇得太重啦。因為堅持到底嘅、忍耐到底嘅，上帝必會令到佢見到終極嘅榮耀。嚟到第三條問題咧，我就想大家有禱告嘅時間，同埋把讀過嘅基督頌轉化成為一個向主嘅禱告。因為查經我哋唔好淨係停留緊喺答問題或者頭腦上邊嘅知識，我哋係要轉化成為靈性屬靈生命嗰個深度嘅建立。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用基督頌嘅上半句，基督降卑嗰度我就先鼓勵大家分成兩隊，同埋把呢個他改為你啊，咁同埋我哋用祈禱嘅語調去一齊去讀出嚟。咁事前組長請安排一位組員咧，為着呢個基督降卑呢個好重要嘅信仰元素，去帶領小組成員一同去禱告。咁我會咁樣讀㗎。主啊，你本有上帝嘅形象，唔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反倒虛己，取了奴僕嘅形象，成為人的樣式。主啊，你既有人嘅樣子，就謙卑自己，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就用一個禱告嘅語調去讀出嚟。跟住咧就慢讀啦、安靜啦、沉澱啦、默想用分零2分鐘時間，體貼下主耶穌嘅憐憫心腸跟住咧負責領禱嘅弟兄姊妹咧就可以向主有個感恩嘅祈禱。咁當然頭先都講過，組長要事前安排1至2位組員去領禱㗎。咁你禱告嘅時候當然要真誠啦，你可以好似咁樣禱告：主啊，我哋多謝你，多謝你為人去成為肉身，去降卑，去倒空自己，去謙卑落嚟，甚至死喺十字架上邊。主啊，我哋感激你嘅恩情弟兄姊妹得唔得啊？諸如此類，咁你就有個好簡單嘅短禱，呢個都係把我哋所學過基督頌轉化成為一個禱告獻情俾上帝。如是者嚟到9到11節基督被升高嗰一段咧，亦都係先把耶穌基督嘅他改為神字邊嘅你啦，跟住又係用禱告嘅語調另一隊人就慢讀。讀完一次之後咧，就有啲默想安靜嘅時候分零2分鐘之後，咁咧就組長可以帶領
小組嘅成員一同向上帝獻上禱告，稱頌佢嘅權能。過程入邊就係一個信心嘅交託，咁我哋先可以把基督頌，無論係降卑嗰段也好，升高嗰段也好，更加入肉啊嚇。喺過程入邊，你咁樣轉化成為禱告咧，就更加去表達，無論順境逆境嚇，無論你明白定唔明白都好，或者你而家嘅處境係開心定唔開心都好，你都要宣告耶穌基督仍然掌權，仍然係你生命嘅主。第三條問題嘅做法就係過去我經常講讀經係邊一種操作啦嚇，既係理性嘅探索，亦都係情感嘅共鳴，但更重要嘅係我哋把聖經轉化成為屬靈生命靈性嘅塑造，而呢個係一個操練過程嚟嘅。咁我哋要有啲想像，有信仰嘅類比，咁所以你咁樣做嘅時候，你自不然就會可以操練緊禱告嘅深度啊，就唔係下下禱告都係純粹為人嘅身體去禱告嚇，你嘅前途去禱告嚇，咁就流於平面啦。咁去翻我簡介都講過，詩歌同禱文其實個神學含義同埋當中嘅信息點樣可以更加活化實踐呢？用翻基督頌做例子啊嚇，佢係有呢4個元素嘅特別頭嗰3樣嚇，所以我哋轉化成為禱告第3條問題嘅練習咧，我哋就自不然可以喺呢3方面有啲深度嘅學習啦。我哋讚頌上帝，佢道成肉身；我哋感謝恩主，佢謙卑自己，為世人成就救贖。我哋可能可以懺悔，可以認罪。我哋自己原來冇好似耶穌基督咁樣謙卑喎、虛己喎。我哋仲令到基督嘅群體受損，仲好驕傲。咁我哋咪即係自認不足咯。求上帝去光照咯。咁呢個都係認罪嘅過程。咁所以我諗我哋咁同小組成員一同去轉化為成為嘅禱告咧，係好重要一個操練嚟㗎。通常預咗3條問題咧，我都會氹氣啲講多次嚇。弟兄姊妹，無論組長定係組員有任何問題，關於點樣去解答呢啲腓立比書嘅問題也好，或者當中有啲位你覺得棘住嘅，你好想有啲嘢去幫你嘅嚇，唔好客氣，即管 email 俾我聯絡我，咁我一定會提供一個更加適切嘅方案俾大家㗎。所以呢個查經熱線咧，大家要善用啦。嚟到第4條咧，我就要提大家去翻上文先講第1、2節。特別保羅鼓勵信徒要同其他人有相同一致嘅心思同埋行為嗬。咁咧咁呢度問就係其實現實入邊其實大家都可能會有唔同嘅差異嘅喎，睇法嘅喎，呢個非常之合理。咁我哋點樣協調保羅喺呢度嘅教導咧？咁我哋睇翻經文啦大家亦都可以停一停個影片去讀一次第1、第2節。呢度你會見到有勸勉啦、愛心嘅安慰啦、聖靈嘅團契或者交通啦，有啲乜嘢慈悲同埋憐憫嘅説話咧，我哋就要喺主裏表現嗰種合一啦，有共同嘅理念同埋願景因為都係耶穌基督去拯救我哋每一個。咁因着共同嘅信仰而衍生靈裏嘅分享，無論係勸勉、愛心、安慰、慈悲、憐憫，咁呢個你返個團契小組你都做緊㗎咁呢度保羅所提嘅咧，其實唔係咩新鮮事，係提我哋共通嘅地方，我哋真係要做多啲。保羅代表緊認信群體，當我哋咁做嘅時候，保羅作為使徒、作為教會嘅領袖，佢就覺得整件喺靈裏嘅分享咧，就係可以得到圓滿，亦都係上帝所悅納㗎。咁所以現實中的而且確就着同一件事，人與人之間一定有差異嘅。但係從信仰角度嚟睇，我哋嘅核心價值、屬靈傳統同埋實踐嘅層面，大家要記住，永遠係 common 嘅地方係一定多過 difference 嘅唔同嘅地方。
所以實際上就算有差異，我哋都要學習尊重，學習接納呢種人與人之間嘅唔同，亦都要同一時間有體諒嚇，強調 common 而唔係強調 difference。但同一時間我哋要接受真係有呢種 diversity。當咁樣去做嘅時候嚇，咁我哋平時都係咁樣操練，而唔係嚟到有分歧、有矛盾、有拗撬先處理咧，咁就太遲啦。人性點都有軟弱、私心同埋罪性㗎，所以要及早留意、及早建立好大家嘅共同 common 認信嘅地方。咁我哋先係對症下藥，面對嗰種人際之間有唔同嘅地方，我哋點樣可以更好地做到鄰里嘅分享。嚟到第5條問題，大家亦都可以停一停個影片嚇，跟住睇清楚個問題。今次嚟到第3同埋第4節啦，同埋同第5節，我哋嗰個點樣以基督嘅心為心聯繫起來咧？喺呢方面，大家要去有啲討論啦。嚟到第3節啦，你見到有3個不啊，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貪圖虛榮，唔好單顧自己嘅事。自私自利喺舊啲嘅譯本咧就會翻譯成為結黨嚇。簡單嚟講就係出於私心嘅爭權奪利。貪圖虛榮就係虛無嘅榮耀稱讚，亦都係羅馬帝國君王同埋真係有權力嘅階級好強調嘅嘢，而基督徒係唔應該去標榜呢樣嘢㗎。第3方面，單顧自己嘅事，只係留意自己嘅需要，而忘卻其他人嘅需要，亦都係同基督信仰背道而馳嘅。自我中心，因為人有罪性同埋人有盲點。當我哋淨係做不可3個不嗰啲嘢 ，focus 喺呢啲咧，咁正正就係基督群體嗰種虧損啊。相反，保羅提我哋有咩唔好做嚇，違背1同埋2節嘅大原則嚇，千祈唔好做，而係要跟隨耶穌基督本身佢嘅人設嚇，佢嘅喺基督中嘅榜樣嚇，咁我哋就可以免卻呢種相反嘅行徑。3個應該做嘅事咧，同埋心態咧好清楚啦，亦都喺第3、第4節見到啦。要心存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要顧別人嘅事、別人嘅感受，呢種先係符合基督信仰嘅承擔同埋行事準則啊。咁翻得耐教會嘅信徒或者資深嘅信徒，認真面對信仰、面對聖經嘅提醒嘅基督徒咧，一定呢3方面咧都有做到㗎。當我哋能夠睇到他者，睇到其他人嘅需要，其他人嘅困難，唔係淨係諗自己嚇，而唔尊重其他人嘅唔同嚇。同一時間我哋識得欣賞人哋嘅長處，咁我哋正正就係學緊耶穌基督，亦都遵從緊使徒保羅嘅吩咐。當咁樣做嘅時候，你正正就係想耶穌所想，行基督所行，活緊呢個以基督耶穌心為心嘅屬靈生命啦。同樣呢個種就係有效同埋適切地抗衡世人嗰種自我中心啊嚇。個人同埋群體之間一定係存在張力㗎嚇。當人懂得重視別人同埋其他人嘅需要嚇，優先於淨係滿足自己嘅益處，咁呢個就係吻合耶穌基督嗰種生命榜樣啊！喺基督眾入邊，佢點樣虛己降卑、順服同埋信靠上帝，咁就更加符合啦。咁當你咁樣睇第5節嚇，以基督嘅心為心，你就會聯繫到原來頭嗰4節保羅嘅提醒，正正就係幫助我哋更好地活出耶穌所想同埋行出基督所行啦。其實腓立比書第1章尾段咧都已經講咗呢樣嘢，大家可以停一停嘅影片嚇，讀一讀27到29節啦。你會見到嚇，保羅好強調同有一個心志，又要為福音齊心努力嚇，正正用緊腓立比書2章開頭嗰幾節嗰啲字眼啊。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順服基督，而且要為他受苦，豈唔係 echo 緊基督頌入邊嗰個生命情懷咩？嚟到第6條問題啦我想俾大家見到第2章臨結尾之前，保羅有2個好重要嘅侍奉拍檔先講提摩太啦大家睇喺相關嘅經文啦我亦都節錄咗嘅咁你見到提摩太嘅生命佢點樣慈悲憐憫、愛心相同、一致嘅心思，唔自私自利，不單顧自己嘅事，亦都顧保羅同埋腓立比教會嘅事。正正就係腓立比書2章1到4節嘅提醒。佢為福音付上自己嘅努力同埋承擔，正正就好似基督頌入邊基督完成世上嘅使命，為上帝俾佢嘅使命擺上一切。至於以巴弗提嘅經文咧，就比較長啲嘅，25到30節嘅，我哋分開2部分去睇大家亦都可以停一停個影片，讀清楚個經文先。你就會見到以巴弗提同保羅肝膽相照佢係保羅嘅弟兄、親密嘅同工同埋戰友。哇！何等喺保羅眼中非常之重視嘅，所以以巴弗提同保羅嗰種稱兄道弟咧係好重要，描述緊佢哋彼此嘅關懷。同一時間喺第25節是你們差遣來供應我需要的，講緊以巴弗提。原文嘅意思咧係提到以巴弗提仲有2個身份就係腓立比教會差遣嚟嘅即係使者、使徒，亦都係供應佢需要嘅僕役咁所以以巴弗提嗰個身份對保羅嚟講既係重要，對腓立比教會嚟講亦都係好出名嘅領袖嚟㗎佢仲顧及腓立比教會嘅人同埋事。嚟到最後尾嗰2節咧，保羅繼續去講以巴弗提嗰個侍奉點樣為主基督、為教會擺上一切佢呢種生命嘅榜樣，同基督頌入邊嘅耶穌基督嘅心志係非常之相似㗎教會正正就係要敬重呢種領袖正如上帝會使基督甘願降卑，同一時間升高耶穌基督，上帝亦都會尊崇，亦都會要基督徒去敬重以巴弗提呢種領袖，而使得佢喺上帝眼中都係看為寶貴嘅。咁我哋就完成咗第一次嘅查經，腓立比書2章特別提到同基督頌有關係嘅經文。咁呢啲經文咧都係即係信仰嘅樂章同埋禱告嚟㗎。咁盼望我哋作為耶穌基督嘅跟隨者，我哋就一同去唱頌，同埋用生命去回應上帝對我哋嘅提醒。好啦，喺呢度我要結束啦，願主賜福俾大家，拜拜。